人啊？哇！死足3件2件，血肉模糊啊！探長，現場第一個死者係大笨象魏志源，佢死於斧頭劈死。另一位死者係霍氏家族嘅大公子，佢係被大象踩死。第3名死者未查出啊，因為佢俾大象踩到已經血肉模糊。大鑊，今次真大鑊，死咁多人，仲有富豪之子，呢次食幾多糯米雞都補唔返。本來我個侄3日後就接收我大哥嘅遺產，而家點會搞成咁嘅？我都唔知點算。探長，我限你3日破案，如果唔係，我會殺咗隻大象。你食埋隻糯米雞，好去做嘢啦！一日破唔到案，我就唔食糯米雞。死梗啊！死梗啊！我有個80歲老母啊！唉，呢鑊做硬鹹魚啦！